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係怡姑娘，又到我哋月會嘅時間㗎啦。咁今期呢，我哋就講二月份嘅月會啦。咁今日嘅流程就會分為5部分，就係中心消息啦、主題分享、社區資訊、重點活動推介，最後呢就係呢個問答環節。咁中心消息嗰度有個重要嘅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自2026年嘅1月開始啦。咁逢星期六嘅下午1點到2點呢，就係我哋嘅午膳時間。咁接對處嗰度呢，就係只係處理一般嘅查詢，會暫停呢個復康器材嘅借用啦、服務嘅申請同埋活動嘅報名及收費嘅。咁大家就留意呢樣嘢㗎啦。另外咧，為咗呢個資源優化啦，中心咧就會喺下一年度，即係2026年至27年度咧，我哋呢個月項咧就會改翻為半年嘅啦。係啦，依家咧我哋係2個月，咁新年度嗰度咧，我哋就只係半年咁樣出啦。咁仲會發放呢個中心嘅重要嘅資訊啦，譬如話呢個會員大會嘅問卷調查嘅結果啦。係啦，咁到時咧就歡迎大家過嚟中心攞嘅，或者喺呢個中心嘅網頁啦，喺 WhatsApp 嗰度去睇翻啲嘢。另外一個咧就係新年度26至27年度呢個生日會咧，就會將以派對嘅形式喺中心去舉行。咁到時咧我哋就做宣傳，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先。另外咧，好多老友記都係問緊我哋啲活動嘅海報，有時候喺邊度睇到？其實咧，現時咧，我哋最新啲活動嘅宣傳海報咧，我哋都會擺喺中心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嚟到中心咁樣去了解翻啲活動資訊。咁由今年度開始咧，即係25、26年度就係今年度啦，開始咧4月開始咧，都希望大家喺參加班組嗰陣時都積極出席啦。咁如果話你呢個班組嘅出席率唔夠70% 嘅話，下次咧你報名嘅話咧就唔會獲得呢個優先嘅考慮。所以大家如果報名咧遇到你今期未能出席率比較低嘅話咧，就請你同我哋職員講啦，攤翻個名額俾其他有興趣嘅會員參加。咁嚟緊個月會安排咧，就會喺3月3號嘅星期二啦，同埋4月14號星期二嘅下午2點半去舉行嘅，係啦。咁到時咧，我哋中心大堂啦，同埋呢個 Facebook 嗰度咧，都會有播放嘅。咁嗰個報名嘅安排咧，即係26年嘅2月到3月咧，就都係喺第一個星期四嘅下午2點去開始嘅。咁派籌時間咧就係下午1點鐘。咁另外一個報名日咧就係第3個星期二嘅上晝9點半，係啦，派籌就係8點半。咁大家就記得可以喺呢2日咧睇翻相關嘅活動宣傳啦，過嚟報名。個報名都係有分先到先得，或者係呢個先登記後抽籤嘅。咁報名我嗰度咧，我哋嚟緊咧都係有似今年咁嘅，都係有啲旅行啊，或者一啲指定嘅活動咧，我哋都係接受1+1咁樣嘅，係啦。咁嚟緊9月嘅嚟緊2月份，我哋嘅報名日下面呢度都有㗎啦，係啦。咁就係2月5號星期四啦，同埋呢個3月5號星期四嘅，因為2月份有春節啦，有過年嘅，同埋個得28日，咁就得一個報名日啦。3月就都係有2個，一個係3月5號星期四，同埋3月17號嘅，係啦，星期二。咁大家就留意翻呢啲時間㗎啦。咁所有活動咧，我哋係唔接受呢個電話形式去報名㗎啦。咁大家就可以當日過嚟中心呢度啦，有義工幫你啦，或者喺 Google Form 嗰度報名嘅。咁嚟緊呢，我哋新年度即係講緊26年4月開始呢，我哋個報名呢有個新嘅安排。點安排呢？即係每一個月呢，我哋分為4週去進行嘅。點樣去4週進行呢？即係第一週嗰度呢，我哋呢嘅就會提供呢個報名嘅宣傳俾大家啦。然之後喺第一週嘅星期四嗰度，我哋就會係做多登記啦、報名啦。係啦，咁第2週嗰度我哋就會做呢個抽籤同埋呢個通知。第3週嗰度咧就會做一個繳費嘅，係啦。咁類似咁樣就呢度係都同大家再去詳情咁樣講啦。譬如話呢個活動宣傳我哋點宣傳啦。嗱，喺報名日嘅前1週嘅星期3咧，我哋就會出呢個宣傳海報俾大家睇㗎啦。咁報名嘅前2日咧就可以攞到環表嘅。咁如果遇到呢個公眾假期咧，我哋就會提前1日去發放啦。咁活動都係咁樣去分成呢個
先到先得啦，或者先登記後抽籤嘅。咁即係換言之講咧，以後新年度咧4月開始，大家記住係4月開始咧，咁每個月咧就係第一個星期四。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四，我哋就進行報名㗎啦。咁多數活動就喺呢度報名。咁頭先有講到話，我哋個海報嗰度宣傳啦。咁中心喺入門口呢度咧，喺接對處隔離張台咧，就有呢個 iPad 可以俾大家去睇翻啲活動嘅宣傳啊，個電子海報啦，或者係抽籤結果嘅。係啦，隔離咧有呢個海報宣傳同埋中籤名單，都可以俾紙質嘅嘢俾大家睇。咁大家有興趣咧，或者想知道咧，都可以過嚟中心睇。呢一頁咧就講緊我哋呢個自動取籌機啦，係啦，咁好多老友記嚟到中心都知道，我哋依家中心咧嚟到中心要去接對處嗰度咧，就首先入嚟咧，我哋要攞個籌啦，一般咧就會分為呢個橙色 B 籌同埋 C 籌，就呢個粉紅色嘅，係啦。如果話你報名啊、繳費嗰啲咧，就可以撳呢個 B 籌；如果想入會咧，或者揾一揾我哋社工咧，就會撳呢個 C 籌粉紅色嘅。呢一頁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緊呢個續會啦。其實好多老友記咧，呢排都嚟中心問啦，哎呀幾時續會啊？或者係去諮詢我係咪開始續會啦？咁我哋嘅安排咧就會喺3月份去大家做呢個辦理續會嘅手續啦。咁喺2月份咧2月中度啦，我哋就分批咁樣寄信俾各位老友記啦、會員啦，係邀請你哋嚟中心做呢個續會嘅。咁大家收到資料後咧，如果你地址啦或者電話啊、身體狀況啊各方面有轉變嘅話咧，你可以喺呢個信件上面去寫，呢個回條上面寫嘅。咁到時續會嘅話攞過嚟中心咧，我哋就會處理翻、更正翻啲資料。係啦，咁為咗控制有效咁樣控制一啲人流啦，咁都希望大家咧係啦，可以按照信件上面個日期嚟中心。咁新年度頭先講緊續會，咁新年嗰度咧，我哋都係要招募一啲新嘅會員啦。有時候呢2日都有啲會員去問，我係咪依家續會啊？咁我哋都會同大家講，因為我哋係跟財政年度嘅，係啦。每年咧即係4月1號開始，去到3月31號啦。咁嚟緊新年度咧就係會有26年嘅4月1號開始㗎啦。咁有興趣嘅老友記未入會嘅話，都可以帶你個身份證啦、住址證明㗎。即係水電煤費呢啲單啦，係啦，同埋咧需要呢個會費同埋行政費40蚊，咁係由呢個星期一至星期六嘅朝頭早9點去到5點鐘過嚟中心呢個辦理嘅。不過咧就頭先講過啦，逢星期六嘅下午1點到2點嗰陣時咧就做唔到呢個入會同埋續會呢個手續，咁大家都留意翻啦。咁護老者呢度講緊護老者嘅續會安排，咁護老者嘅續會安排咧，現時咧已經進行緊㗎啦，就係1月19號去到2月6號中間咧，我哋集中去做呢件事啦。咁我哋都邀請呢啲26年3月31號之前到期啲護老者咧，可以透過呢個 QR code 啦，嗱我哋而家睇到呢個畫面上呢個 QR code 掃入去，跟住登記啦，或者嚟到中心呢度去做翻嘅。係啦，呢度都係講緊頭先講緊，我哋續會應該可以護老者呢個續會，護老者嘅續會，我哋可以點樣做？第一個親身嚟到係親臨中心啦，或者上網報名嘅，係啦。咁使用者嘅滿意度調查啦，嗱，咁就我哋按照要求啦，都每年都有做一次嘅，係啦。咁目的咧就係向各位服務使用者咧去收集個意見嘅。咁今年我哋個收集個意見咧就會喺2月到3月去進行啦，係啦。咁我哋就會喺受訪嘅對象咧會隨機啦，或者係可以咁樣抽出嚟嘅。咁透過 Google Form 啊或者電話咁樣去問嘅。咁希望大家接到電話咁樣嗰陣時咧都可以協助我哋去回答一啲問題。我哋中心有 WiFi，呢一頁就同大家講緊，有時嚟到中心咧，其實我哋中心有免費嘅 WiFi 俾大家用啦。咁照住呢個畫面嘅話，登入就可以㗎啦。呢一版咧就講緊我哋個頻道，係啦，頻道嘅。咁就同大家講緊我哋個頻道中心嗰個 WhatsApp 嗰度
係啦。咁首先大家咧，我哋呢個中心呢個 WhatsApp 咧就登記作為呢個商業嘅賬戶啦。咁大家要將我哋呢個電話51627095咧儲存喺個電話度，然之後咧照翻呢啲圖咧去做翻一啲 setting 嘅，即係話到時要睇翻中心嘅資訊點睇。係啦，咁頻道嗰度咧就頭先講緊，你登入之後咧，你揾到我哋頻道，然之後或者依家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咧，然之後撳一撳呢個鈴鈴追蹤同埋鈴鈴之後咧，就可以睇到中心我哋發放上去啲嘢，咁你就喺嗰度睇翻。呢度都係同大家介紹緊我哋嘅頻道點做，係每個月我哋都會同大家溫一溫呢樣嘢。咁除咗頻道，都一路講緊，仲有一樣嘢就社群，係啦。咁呢個社群大家可以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啦，係啦，入一入我哋社群。咁大家留意一樣嘢，即係社群咧同埋頻道咧，佢個資訊咧就係我哋中心擺上去，所以靠大家撳入去睇嘅。佢就唔似之前咧喺個 WhatsApp 呢個播放群組咁樣去 say 俾大家啦，因為依家做唔到啦嘛，係啦。咁大家記得就要加入我哋呢個社群啦，同埋呢個頻道咁樣去做翻。了解翻中心啲資訊嘅，咁我哋都有呢個 Facebook 噶啦，係啦，咁大家可以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啦，咁樣去睇翻我哋個 Facebook 嘅。呢一頁咧就講緊我哋每個月咧都係呢個輕鬆暢談星期四啦，係啦，咁下一期咧就係呢個2月26號星期四下午2點半嘅。好，講咗咁多，我哋嚟講呢個主題分享啦。主題分享今期就係講緊愛自己嚟有 say 呢個主題啦。咁我哋今次分享嘅故事就係堅持是我們最寶貴的能力啦，係啦。咁點樣做呢？就係人生嘅旅途中呢，最困難呢，總是啲困難呢，就係成日咁樣就無啦啦就過嚟啦。咁我哋有時候都逃避唔到嘅。咁我哋係咪應該放棄呢？或者係唔理呢？咁這些係咪一啲方法呢？咁我喺呢度同大家講就係，從嚟呢，這些呢都唔係解決嘅方法嘅。咁以下有個故事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不放棄不失敗啦。即係牛津大學呢，曾經呢就舉辦咗一個講座嘅，呢個講座個名呢，就叫成功嘅秘訣啦。咁邀請當時政治啦、外交啦，同埋呢個文學全名嘅呢個一個專家過嚟講啦。咁到了講座嘅嗰一日咧，現場咧就好多人去參加啦，係啦。咁大家都諗下，咁出名嘅一個人，究竟佢係點樣做到㗎啦？咁呢位講者咧，去到嗰度入去嗰陣時咧，大家就好歡迎。咁所有人咧就好安靜咁樣想聽下佢究竟點樣去令到佢今時今日咁成功啦。咁阿講者咧嚟到嗰度嗰陣時咧，佢就頓咗一下，然之後啦就話：我成功嘅秘訣咧有3個，第一是絕不放棄，第二是絕不放棄，第三個係絕對不能放棄。然之後就講我嘅演講已經講完啦，然之後就落咗台，所有人咧都唔知發生咩事，因為佢只講咗3句，都講唔到佢想即係分享佢做過嘅嘢或者佢做嘅嘢啦。過咗一陣咧，所有人都鼓掌，而且係好耐，因為大家終於明白佢講咩，即係叫大家咧就唔好輕易咁樣放棄啦，好多嘢咧都要堅持，就絕對不放棄。係啦，咁呢個分享咧就希望大家可以鼓勵到大家啦，去做一啲嘢嗰陣時，有時候真係好啲突發嘢啦，或者有困難，大家都可以去堅持下，或者係去努力去克服佢。嗱，呢度都有講，堅持咧是我們最珍貴的能力啦。當你覺得快要放棄時，請提醒自己，只要再多走一步，就能看見希望。不放棄也是面對困難最簡單卻最有力量的態度。咁呢度就係我哋繼續講呢個主題啦。我有 say 呢個主題嘅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有個 QR code，大家都可以掃一掃入去睇嘅。每一期都有同大家分享呢樣嘢，係。咁今期就唔特別再講一講。咁第二個另外一 part 就係呢個社區資源啦。社區資源呢，今期我哋有一個一人一利是。一人一利是咧就會係有呢個1月19號去到3月18號啦。
咁呢個活動咧，我哋就會有分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你捐款滿200蚊咧，就會有呢個揮春啦，係啦，有揮春嘅一套，同埋一個平安嘅御守俾大家嘅，係啦。咁如果話你捐滿100蚊咧，就一套嘅揮春㗎啦。咁呢個揮春咧都好靚嘅，咁希望大家都係咁樣去支持呢個活動啦。另外一個咧，我哋仲整咗一個一利是嘅新春嘅福袋，呢個福袋好豐富嘅。咁你捐款滿200蚊咧，我哋就會有呢個揮春啦一套啦，同埋呢個御守啦，最後咧仲有一個福袋價值250蚊嘅禮品咧俾大家嘅。咁即係數量都有限啦，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支持下中心呢個活動。呢一版咧就講緊公營醫療嘅費用嘅改革啦，咁大家都知道啦。由1月開始咧，上一期都有同大家分享過，係啦。1月開始咧就呢個公營醫療嘅收費咧就轉變咗嘅，咁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呢度啲資訊啦，佢啲費用就轉變咗啦，包括急症室啦嗰度都有轉變嘅，分為普通啊或者急症緊急非緊急咁樣㗎啦。咁相關資訊咧，大家就可以留意翻新聞啦。咁如果話你特別有其他需要嘅話，醫療費用嘅減免咧，你就可以去呢個公立醫院或者診所咧，嗰個醫務社會服務部咧了解啦，係啦，嗰度嗰啲醫務社工咧就會幫你處理呢件事。咁大家都可以就掃一掃呢個 QR code 睇一睇。呢一版咧就同大家講緊26年嘅6月23號開始咧，我哋就會停止使用呢個2G 嘅服務㗎啦。咁如果現時咧你用緊2G咧，你就去到6月23號咧就用唔到㗎啦。咁好多人可能會問，我係咪2G啊？我究竟係咩嚟㗎？咁當你如果唔係好了解嘅話咧，你都可以問翻你嗰個台啦，上嗰個台。咁一般依家我哋係用緊5G㗎啦，係啦，4G、5G 咁樣。咁如果你唔係好清楚，都可以了解翻你相應個電信公司啦，咁樣或者係睇下呢條喺呢個新聞呢個網站嗰度去了解翻相關嘅資訊。呢度就會同大家講緊流感疫苗㗎啦，咁嚟緊咧都冬季㗎啦，咁都如果大家老友記咧有去復曬嗰啲，都鼓勵下大家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嘅。呢個就新鮮滾熱辣啦，係一路都講緊嘅，就由呢個2026年嘅1月25號開始，依家已經實行緊㗎啦，老友記實行緊㗎啦，係啦，就會係我哋坐車咧，如果話貨車啊或者私家車、小巴啊、wing 仔啊、旅遊巴，如果上面有安全帶嘅話，我哋一定要綁安全帶。如果冇綁安全帶嘅話咧，就違法㗎啦。咁最高咧就會罰款5000蚊，同埋入獄3個月。所以各位就要為咗自己安全啦，咁大家坐車嗰陣時就要攬安全帶㗎啦。重點活動推介，我哋到重點活動推介，依家就講緊呢個扭蛋樂啦。扭蛋樂嚟緊呢，就會喺呢個3月25號，係啦，3月25號下午呢，就最後嘅日期啦。係啦，咁大家因為我哋呢個扭蛋樂呢，就只係去到26年嘅3月31號啦，係啦，咁大家呢，就喺呢個朝頭早嘅9點到11點半啦，下午嘅2點到4點嚟到中心義工就會幫你吸一個印啦。去到月底嘅時候呢，我哋個日期就會俾大家扭蛋㗎啦。呢個頭先都有同大家講咗，就係呢個我哋報名分為先登記後抽籤或者先到先得嘅。咁中籤名單咧，大家可以數一數呢個 QR code 嘅。呢個就同大家分享呢個奇遇記啦，我哋呢個計劃入邊嗰啲嗰個宣傳嘅。咁每一期都會同大家講，今期都唔特別講㗎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或者係掃呢個 QR code 入去再了解翻相關嘅資訊。呢個活動呢，就係講緊我愛自己啊，你有 say 入邊一個關注虐待長者嘅短片啦，叫垃圾嘅放映會嘅。咁呢個嘅活動呢，就係2月11號星期三下午2點半去到4點啦，會喺中心舉行嘅，費用都係免費。咁就係個對象係中心嘅服務使用者，有30位嘅，有興趣嘅老友記呢，就可以登記報名。如果出席嘅話，到時仲有禮品送添，喺呢度有個毛巾。
咁卡拉 OK 呢個就係卡拉 OK 嘅活動啦。咁卡拉 OK 3月個卡拉 OK 咧就係3月19號星期四下午嘅2點到4點啦，都係喺中心嘅免費。有25位，對象係中心會員啦。咁個報名日期咧就轉咗嘅，係轉咗2月5號星期四嘅下午2點。呢啲就係我哋啲健體養生嗰啲班組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咧，就係紅水啲班組、增肌班啦，同埋防跌班嘅係。呢個就係活力拍子舞班啦，同埋呢個 Zoom 嘅3合1運動班嘅，大家都可以了解下。呢啲都係之前嘅恆常班組㗎啦，但係個日期就係3月份嘅，報名日期都係2月5號。我見阿洪水呢啲班組都好熱門，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個就係資訊科技班，資訊科技班3月份呢，就係3月11號嘅星期三，同埋3月12號嘅星期四，係啦，都分為3場咁樣去做嘅。咁有啲老友記呢，成日嚟中心，有時候問我手機點處理啊，我手機點做？咁其實我都鼓勵大家去報一報我哋呢個數碼大使東直站嘅，係啦，你報名之後睇你邊一場呢，跟住就可以，如果你中到籤嘅話呢，就可以過嚟問一問我哋義工㗎啦。咁大家記得啦，呢啲活動都係2月5號下午去登記嘅。呢一版呢，就講緊我哋義工組嘅例會啦，係啦，我哋分為幾個義工組嘅，咁唔同嘅義工組呢，大家就因應唔同嘅時間去做報名啦。我呢度就唔特別去講啦，係啦。呢一版呢，就講緊護老者支援嘅服務嘅活動啦，咁呢個講緊係減壓舒緩油啦、止痛油嘅製作啦。咁個日期呢，就3月14號星期六上午嘅10點到12點啦，收20蚊一位嘅，對象呢，就係中心嘅護老者，有10位，係啦，報名呢，都係提前到2月5號星期四嘅下午。咁呢個活動都係先登記後抽籤咁樣。呢個講緊係長者獨居支援嘅服務啦，係嗰個活動嘅，係啦。咁個活動呢，就係講緊去花展一日遊。個日期呢，係3月25號星期三上午呢，就開始㗎啦，9點半喺中心集合，去到4點鐘。咁就會去呢個海防嘅博覽館啦，然之後就去食午餐，最後呢，就去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嗰度嘅。咁費用呢，就100蚊一位，係100蚊一個人啦，係啦。咁就有34個名額嘅。對象呢，就係長者支援部嘅登記者，報名日期呢，就會喺3月5號星期四嘅下午2點鐘。咁呢個活動係先登記後抽籤，各位留意啦，呢個活動係先登記後抽籤嘅，就唔係先到先得，係啦，先登記後抽籤。咁大家可以3月5號開始呢，係啦，做呢個登記。咁呢個就係互助社，係長者支援部嘅互助者嗰個查罪個時間。咁我哋分為幾個互助社嘅，大家可以因應你唔同嘅組啦，互助社咧去開翻係參加呢個班組嘅。有2月同埋3月，呢個係3月。呢就講緊係認知障礙症嘅服務嗰啲活動㗎啦。咁呢個咧就講緊認知障礙個行為個心理嗰個症狀嘅認識啦，係啦。咁個日期就係3月4號星期三下午2點半到4點嘅，費用係免費嘅，全面嘅。咁對象咧就中心嘅護老者，有15位咁樣，係啦。咁大家記得都係預份報名。咁呢個報名日應該係2月5號㗎啦，係啦，因為我哋二月份呢得一個報名日。自建落班分4至5月，就係4月1號去到5月20號嘅逢星期三啦，係上午10點到11點3嘅，咁就係附屬中心 ，total 有8堂嘅，收80蚊。對象呢就係呢個患有輕度或者中度嘅認知障礙症嘅會員啦，係啦。另外一個呢就係健腦個桌遊遊戲啦，係啦。咁呢個就係4月2號到5月14號逢星期四啦，係啦。咁費用呢就係60蚊一個人嘅，咁就下午2點鐘到3點半去舉行。呢兩個活動係3月5號先報名。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個月會咧就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問題咧，都可以打電話嚟中心同我哋講嘅。拜拜。